咁我哋而家咧就會做4式嘅下肢運動。咁頭3式咧就係坐喺凳度做，咁最後1式咧我哋就會企喺度扶住張凳做嘅。咁第1式咧就係叫做呢個醒神小腿操，咁就主要鍛鍊我哋嘅小腿肌肉啦，同埋增加我哋嘅腳腕嘅活動能力啦。咁做多啲呢個動作咧，就可以上落樓梯就冇咁辛苦啦。首先我哋要坐直個人啦，咁隻手放喺腳嘅側邊，咁腳咧雙腳就向前放出少少。咁我哋會做左腳3次，右腳3次嘅。咁我哋首先係將腳趾向上，然後腳踭就貼地，咁用少少力。咁我會做會數5下嘅，1、2、3、4、5，然後慢慢放翻落嚟，然後將腳趾用少少力貼住個地下，腳踭離地，1、2、3、4、5，咁呢個動作為之1次，咁我會再做多2次嘅，1、2、3、4、5，慢慢放翻落嚟，然後腳趾撳住地下，腳踭離地，1、2、3、4、5，然後再做多1次，腳踭撳住個地下，腳趾向上，1、2、3、4、5，放翻落嚟，由腳趾撳住地下，腳踭離地，1、2、3、4、5。跟住咧，我哋到做右邊嘅腳啦，同樣一樣都係將腳踭用少少力撳住地下，腳趾向上，1、2、3、4、5，慢慢放翻落嚟。然後腳趾撳地，然後腳踭離開個地下，1、2、3、4、5，慢慢放翻落嚟。咁第2次咯喎，腳踭用少少力踩地，然後腳趾向上，1、2、3、4、5，然後放翻落嚟，跟住腳趾撳住地，腳踭離地，1、2、3、4、5，慢慢放翻落嚟。最後1次咯喎，腳踭撳住，用少少力撳住個地下，腳趾向上，1、2、3、4、5，然後慢慢放翻落嚟。再腳趾用少少力撳住個地，腳踭離地，1、2、3、4、5。